好，安尼咱今日吼，就真欢喜咧吼，来邀请到咱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甲伫咧台湾大学历史史吼，即个研究所有咧即个教册的即个颜冠英老师、颜冠英教授吼，要来甲咱介绍伊所即个研究吼，即个台湾美术史的一寡遮个精彩的内容啦吼。颜志龙先生吼，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伊安怎特别的，就是讲伊受过最好的教育，对伊来讲是东京美术学校研究科毕业，搁去法国留学2年外，伊嘛捌入选伫咧法国的迄个秋季的迄个沙龙，但是伊毋是讲干那想家己的图要安怎去得奖，还是讲变做真有影。伊的意愿就是讲将即个美术来推广伫个一般人的生活内面，要哪推广就是生活美学即款的观念。在迄阵是实在是非常的先进。伊咱即马想讲德国的什物包豪斯吧。也是讲科比伊可能继续家的迄个观念拢真新，但是迄阵伊就已经咧实行啊，所以伊是真特别的一个人。伊是1903年伫咧台南的下营，叫红毛厝遐出生。伊其实伊本来因兜。我会使口罩拿下来。好，不要紧，不要紧。因兜其实生活搁过去，就是因爸爸本来是开迄个古式的迄个糖厂，迄个糖布款。但是伊5岁，因老爸就过身，6岁因妈妈过身。伊差不多10岁左右，因阿嬷嘛过身，所以因爸爸本来就是因迄代伊，敢若伊一个查甫伊家己迄代嘛是敢若3个姐姐，伊是把因囝敢若唯一的查甫的就对了，所以就变做孤儿的感觉。伊有一个姐姐，陪伊到可能是迄个公学校毕业，因姐姐嘛20几岁才结婚，所以伊。自细汉就感觉真会使讲是，真是真孤单的。但是常常就会记得讲有一个高中，伫咧街仔遐，因若去学校，要去学校上课，迄阵会经过因高中的店，因高中开店，就摕一袋仔糖仔互伊，就足甘心的，拢会记人对伊的好处。但是伊是我是真手真巧的人。差不多4、5岁，因爸搁伫个迄阵，糖厂还搁咧开迄阵，伊就家己想讲，遮个工人真辛苦，伊就家己吼，囡仔囝尔，家己就简单做一个，敢若一个迄落，敢若嘛毋是3轮车，一个会使扫的车，一轮的车会使放迄落甘蔗铺，吼，大家拢真疼即个囡仔，伊。读迄落公校了，伊搁去读迄阵伫咧台南有一个训练师范老师短期的2年的款的实验学校。伊毕业了教1年册，但是伊发觉讲伊家己其实对美术真有兴趣。伊拄好嘛一个同事日本人就嘛是鼓励伊讲你爱去学美术，你若留喺即田庄所在吼，就是。下营的公学校，教册一世人吼都无出团安尼，所以伊才决心讲去日本，为中学开始读起，才读美术学校。所以伊是1920年去迄落东京，迄阵就拄好伫咧东京，就是这文化运动。台湾的学生的这个文化运动拄开始，所以伊嘛安尼，伊就接触到迄个武康林家的人安尼。
变做含迄个林攀良先生，加伊2岁，伊嘛是林攀良先生是小学就去日本读册，但是伫日本读了，伊就东京毕业了，东京大学毕业了，再去法国留学，去德国、英国安尼，两个人变做真好的朋友就对。所以梁启荣先生伊家己认为，伊家己拢是想讲林献堂先生就袂随伊的义爸安尼，但是伊差不多伫个迄阵，伫个法国迄阵，伊就下一个愿，就是讲咱台湾吼，迄阵也是讲日本咧销去法国的物件，手工的物件，伊感觉是伤过，拢是寡俗物啦。就敢若像咱即马咧讲，差不多70年代迄阵，70台湾的迄个MIT 的物件，拢是安足俗的物件，甚至拢蒙笑安尼。伊感觉讲应该将伊所读的即个现代美术来转来台湾，来改善咱传统的手工艺，互不管是迄个原住民，还是较善车的迄个民家妇女，拢会使来学。所以伊是差不多1931年就下即个愿。伊后来伊伫个1937年嘛有开始，伊甲迄个总统府吼摕一寡奖励金吼，包括一张火车票吼，实在伊安怎坐全岛拢安尼洗透透，就去做调查，去找遮个资料。但是到尾1957年伊到台中，嘛是伫台中发展。啥个伊会选伫台中？其实一方面就是讲，伊要推广手工艺，伊个迄个南投迄阵讲起来嘛是挂迄个台湾省的什物建设厅的办公的所在。伊遐设迄个工艺的练习班。一方面嘛是台中要坐火车，不管是要去高雄，还是要去台北，拢真方便。所以伊的厝就伫个火车站的附近。伊一方面嘛想讲要含即个武丰的林攀良先生要来设即个武丰的即个手工艺学校，伊嘛有买为外国。为日本买一寡机械，像讲而家迄个比如讲编辑啊啥，嘛是爱有迄个机器。但是到落尾就是迄阵的迄个教育厅，有人要甲伊讨红包，所以伊就想讲，我袂用为着讲要设一个学校，我就来摕几万块的红包互人，伊无愿意安尼，所以迄个学校就放弃啊。其实已经有开始咧做，暑假就开始咧做训练老师级啦吼，就讲老师有志愿要做老师的人，都会使先来，首先来，就是到尾都失败就对了。失败其实有一阵仔生活嘛足困难的，伊嘛是有3、4个囡仔拢爱读册，所以讲起来嘛是真。真有一段真艰苦的生活，伊嘛伫个高雄的叫做啥林上河的迄个合办的工厂遐做设计师。一方面就是有当来慢慢伫台北的迄个手工的迄个研究所遐做主任，但是到尾嘛是互要安怎讲？嘛是互赶出去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因为人爱迄个职务，所以伊含拼人袂过，所以到尾就甲因辞职。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转机，就是伊来伫台北高玉树先生迄阵的市长，请伊来设计即个剑潭的即个马赛克吼，莫在即个名叫做。对伊个农村到工业的社会，因为即个有成功，到来谢东闵先生才会去请伊，1971年的时，
来办这个实践专的手工艺好。即摆大家拢知影这个实践大学的这个设计是世界有名的吼。但是迄个基础其实是为迄个时代开始的。等就要来讲伊对台湾的迄个台湾的太阳有特别的感情，这是跟他讲。这是伊有两张家己画自画像，一张是正面，即个是伊，搁伫个东京艺术，迄阵叫做东京美术学校读5年的，毕业迄阵，因规定着爱画家己的自画像，伊即张相看起来就是真瘦，真瘦起来，伊迄阵拢一方面咧读册，一方面咧拍工，伊拍工替人刻印啊啦，无就是伊无甲讲真是去送报纸，迄送报纸是别人的，但是伊嘛是爱做真济工，替人做设计海报设计啦，无就是讲伊替迄个有钱人吼，中国来的迄个有钱人写迄个，迄阵讲做拉布雷达，就是写情书啦吼，因为伊的日文较好嘛，替人写批安尼。人嘛是送伊物件啦，无一定讲有钱安尼啦，但是嘛是。有一届伊读年伤长，因老师嘛讲，这5块银摕互你摕去交他们安尼。但是伊迄个要到注册的时间，伊无钱，就毋知影毋敢去学校，搁要去，伊就人就来讲，某老师已经替你交钱啊啦。伊毋是讲，伊就爱等，比如讲等厝呢。人寄钱来，寄到迄阵，伊才紧摕迄钱去还迄个老师，搁迄个厝里寄来糖啦吼，嘛摕去送迄个老师，伊就是真得人疼，嘛真认真的人。但是迄阵就是看起来都足瘦安尼，面长长。倒面这是伊已经是81岁迄阵，伊实践。学校毕业，退休了，伊家己画家己，是应该讲是81岁的老伙仔呢。中这是伊为伊的囝，即颜千芳先生，即个千芳呢，迄阵无到3岁，所以千芳先生甲我讲，迄阵伊咧画即张图，伊讲伊用咧坐袂牢。互伊做写生嘛吼，伫个家己伊咧伫个厝的边钻一寡果子树嘛吼，伊讲伊用咧坐袂牢安尼，囡仔有影啊2、3岁囡仔，因爸爸伊讲即张图画甲遮尔大张，其实伊咧想着是讲，因爸爸是咧为伊家己的囡仔时代，伊咧为伊迄个囡仔的时阵无人疼，迄个即马另外一款的感觉是真幸福的感觉呢。因为伊也无画其他的，因哥哥也无通互伊因爸爸画过，所以迄个嘛是讲，即毋是咧画我呢，是画伊家己呢。即张倒面即张图就是伊伫个巴黎，伊办即个秋季的迄个沙龙。即张图即马是伫个台北市美术馆，但是即张图其实本来是即个林献堂先生，这是林献堂先生，伊是伊为法国转上头先去日本，伊爱找一个头路，伊知影伫个台湾迄个时阵，伊可能找无头路，因为1927年伊也捌转来找一届，迄阵伊想讲无头路不要紧，无我来做，你若去山地。去替迄个原住民服务嘛袂要紧，人讲伊空的哦，你转去读，因老师嘛讲你爱去转去读研究所，所以伊才过转去。反正就是伫台湾，你读美术，迄个时代就是无头路就对，所以伊先转去日本，等下甲伊讲，伊伫个日本做啥物代志。伊到1933年，有一点仔钱，伊才转来，是安怎爱钱才转来台湾？因为这图要展览，伊嘛爱做庆。这图要为日本运转来，搁伫个日本做庆啊啥，
所以伊到这个1933年，伊先转来先伫咧台北，就是即摆的迄个以前的叫做教育会馆，就是南昌路，即摆叫做228条，就是摆个纪念馆。啊，迄阵伊伫咧台北展览，啊伊伫台中展览，迄阵伫咧台中图书馆。啊，林献堂先生伊嘛是真重视规家族，拢来参观。啊，这就是林献堂先生啊，含因太太，啊，这个是迄个林攀良、林玉龙，吼，因两个囝，啊，带因某想来拢来，啊，佫爱另外请一个摄影师来替因翕相或者后壁迄图，即摆佫找无，听讲还佫有伫，毋知啥人收藏。这是伊伫咧迄个伫咧罗浮宫，伫咧鲁斯，伫咧巴黎的鲁斯遐去摹写的。啊，迄阵的摹写爱申请，比如讲你一张图会使摹写3个月，啊，你着爱，你会使原来迄个寸球，啊，伫咧边仔呢画3个月，啊，你画了再换别人安尼，所以。你若要，譬如讲，你若要画迄蒙娜丽莎，你着爱等几啊年可能。啊，这是伊迄阵拢会想讲要描写这有名的图，就转来会使囥咧美术馆，互大家，因为无几个人会使去到法国留学嘛。啊，若算讲这图，家己描写转来，会使互大家拢来看咧。出大家拢知影，伊这毋是真的图啊，这描写的图，但是有伊的价值。啊，这画迄个公园，啊，你看伊的迄绿色，有影真水，袂输迄个热仔的迄个感觉。啊，但是这个公园虽然讲有几个贵妇吼，穿了真好看的查某伫遐，但是感觉足束缚的，人和人的中间拢有一个距离。啊，伊。伫咧即个1931年年尾时，伊就破病就肝病，啊，就是因为伊营养无营养嘛，伊就是哦，常常买迄个法国的迄个长的迄个胖吼，啊，伊就先家切落好，先家画做记号，一工干来食一块安尼，拢用安尼来迄个省钱的，结果伊就是破病。真严重，啊，迄个人替伊朋友叫医生来甲伊看，医生就讲你这着爱休养啊，你吼去南部休养一段时间，啊，食较好诶，人就甲伊介绍伊去迄个汉城吼，啊去遐，啊有一个迄个日本人，伊和法国人结婚啊，所以伊有一个喜乐真大，啊会使住遐，啊人嘛会使照顾伊，所以伊就去。迄个看啊伊其实伊拄好到遐迄阵，因为咱有一个日本的迄个作家，查某的作家，伊有写伊的日记啊，伊的日记内面有讲起即个颜水龙先生，颜水龙先生算讲啊伊算朋友啦吼，啊伊讲伫咧1932年的迄个1月，因为吹啦吼，因为之前一个。告别会就是讲，即个颜水龙先生要伊带去即个南部的即个城市，有一个伊大家有做伙。啊，颜水龙先生伊家己咧印象内面，伊就讲，即个查某诶作家，甲伊讲啊，颜先生，我袂记你我的锁匙呢，你会使去阮兜甲我摕锁匙，我囥伫大道。伊讲，我和你无遐尼亲密。我毋是你个亲密的朋友，我袂使替你做即款代志。对，做人吼做有分寸。伊迄阵伫咧即个坎城吼，伊画即张图，头这嘛是迄个含迄个公园的迄个有钱人的太太啦，牵一个狗安尼散步，有小可像。啊，但是头前即3个人都敢若囡仔，甲真少年的囡仔，就是囡仔
啊，敢若像3个人吼，啊看无共款的所在，敢若袂输讲因3个人也毋是做伙，啊嘛毋知要去倒，啊敢若袂输讲伊可能是咧流浪的人，啊，就伊迄个心情就是伊的心情，敢像讲伊。因为破病啊，流浪到遮，伊感觉虽然伊毋是流浪，但是伊嘛是感觉真束缚着。迄个啊，即阵路是阮就是2年前阮伫迄个不朽的青春迄个遐有展览过，因为即张图就是展览前伫迄个台湾博物馆，甲伊确认讲即张图是。颜水龙先生伊伫个1933年转来台北展览迄阵，就伫个台北啊，阵送互即个台湾教育会，伊伫个台教育会馆开展览，就送互伊。啊，后来即图佫再转来即个博物馆。即张图啊，佫甲正面即张图足细张诶，你看伊敢若27公分啊，35公分尔。伊即个图是伊送互迄个林攀龙先生做纪念的，也无裱起来，敢若要画伫个纸板。啊，林攀龙先生伊后来破病，突然间就是心脏病，啊，跩倒落去，无起来。啊，伊的迄个伫个明台啊，伫个雾峰的迄个学校的董事长的办公室物件，后来就互清出来，啊，人当做讲，这可能是一张纸嘛，顶面图可能也无感觉无啥物价值，等咧伊就走咯。啊，搁来另外一个老师来捡起来，伊讲因囝真爱画图，啊，想要捡起来，啊，摕转去因兜，啊，是一个姓何的何先生，啊，伊来找阮讲，即张图，敢有可能是颜水龙先生的？我甲伊确认讲是颜水龙先生的图。我嘛是真互伊家知，真囧，对阮来讲真幸运的代志。吼，啊，伊伫个日本就是替即个斯摩卡即个公司，伊是咧迄阵毋是牙膏吼，是牙粉做广告。伊上头啊伫个迄个台版，伊找着就是一个红酒卖红酒的迄个公司，人请伊来。替因画迄个广告，啊，人感觉伊画了真好，后来什么卡就催伊讲，你会使替阮画即种广告吼，啊，放咧报纸，伫咧报纸发表，啊，伊就讲，伊就甲伊颜水龙先生含伊坐咧讲，伊就讲，你若要请我伫个报纸发表吼，即到后来嘛有一个台湾日新报嘛有，但主要是伫个东京的报纸。迄种报纸咱一般来看，拢安尼看甲白吼，报纸拢是安尼嘛。啊，但是你若要做一个广告的成功，就爱互伊看起来足清楚，啊简单，吼，你去报纸一翕，马上先看着即个广告，啊，感觉有趣味，所以伊是即个想法，就讲爱有趣味，啊简单，明了，用即款的，所以伊拢会用迄个。用无啥泡有，用迄个敢像钢笔安尼，用冰安尼来画的。啊，伊定定嘛是画即个原住民啊吼，也是画这是台湾的故事，民间的故事。我即摆拢看拢无者，敢像讲是李家的人要去找宋调的宋，宋家的姑娘。啊，所以就是迄个名册的迄个光叫去就对啦。是讲，即个姑娘上宝贝是啥？就是伊的喙齿足水的。这嘛是其他的迄个广告，伊讲即个伊即个时代伊做的真安讲真现代啊，嘛有趣味，这是伊的风格。但是伊吼，迄阵后来1933年，就是1933年，台湾新民报就是主要就是雾峰林家因出钱，
啊上头是伫咧东京印，迄个总统府不准伊到台湾，所以伊是一礼拜印一届，啊，甲为东京再送转来，为用船送转来台湾，啊，再来发行。啊，伊到即个1933年迄阵，总统府才准讲即个报社，迄嘛是林献堂先生一直去来鼓请，啊，再来准伊讲会使到台湾直接印、直接发行安尼。啊，所以变做日刊就是讲每日拢爱出报纸，啊，所以就爱增加足侪工课，啊，就开始翻译足侪小说，啊嘛有台湾人写的小说，啊，即是梁启荣先生就替即个小说来做迄个插画，啊，每一工都爱有一张，每一工一张，啊，所以即种是翻译的小说，啊，看是到底看起来是欧洲的人的原因是安尼。啊，即个梁启荣先生伊若咧路病吼是真紧，所以伊即个习惯到即个战争结束了，就是讲国民党来统治台湾的早期，因为伊人伫咧高雄，伊伫咧毋是高雄，台南的工学院，所以迄阵的台南有即个中华日报是一个作家，就是即个刘宗老先生，老宗刘宗老中勇，就是伊一个刘宗龙，就是迄个伊发表一篇文章，说有木瓜树的小店，你叫什么？龙应忠先生，感谢。龙应忠先生，伊是迄阵的编辑，就是讲伊主编，所以伊拢互一寡朋友来替伊，大家来写稿就对。啊，所以梁启荣先生就替伊写一寡台湾，台南主要是台湾的，譬如讲，这是伊就咧修理即台湾的空流，因有比这个轰炸，所以咧修理。啊，这是这是控制流的修理。啊，这是啥呢？这是讲日本战败，所以一寡大学生无头路，无嘛做，这一切拢无险嘛。啊，所以这大学生才走来即个车头，要溜即个人力车，吼，就是讲真可怜的代志是，即个场面，吼，啊，这是嘛是搁咧替即个小说来做即个插图，啊，这是龙应忠先生翻译伊吼，准即个中华日报是安尼，就是伊一半是中文华文，啊一半是即个日文，吼，伊迄阵大家拢爱看，真侪人搁看无中文，所以爱看日文，所以一半一半。啊，所以中文即个人是中文写的小说，但是伊家翻做日文，啊另外佫一边是直接用中文来印刷安尼。啊，但是真正即个报纸就差不多2年外都无啥。啊，迄个老先生嘛，转来台北，伊嘛是讲台北的天空、天顶拢变色去啊，风景拢无共款去。这是真，这个是蓝先生伫咧1977年，就78事件了的迄年，我头仔有讲过，讲伊78事件发生迄阵，伊人是咧台南对，啊。迄个陈定波先生伫咧家己互庆祝，啊，伊还佫有迄个胆量，伊去因兜甲念香，迄是真少人敢做即款的代志。迄个时代是足恐怖的时代，但是梁启荣先生感觉讲即代志应该爱做，吼，伊嘛是拢是东京美术学校，伊嘛算伊的学弟，伊嘛去遐甲念香。啊，但是后来因为伊嘛。即个梁启荣先生家己知影讲，伊嘛伫咧报纸写即款的
讲伊伫个报社校，迄阵个中华日报嘛有写嘛有画图，也是写文章，伊嘛感觉讲，迄阵若伫个报纸有写过文章啊，逐个拢足惊的啦。啊，杨志荣先生其实伊伫个1943年迄阵，伊就捌互请去北京。伊互请去北京是啥物原因？就是日本人请伊去北京，想讲要叫伊教即个中国人诶，即个比如讲平民啊，吼，迄个手工艺。啊，伊去北京了，伊感觉伊和北京诶人无办法交流，因诶生活，因诶想法，伊感觉真歹，诚是讲家己训练无够骨力，啊无够灵魂，要安怎教？啊，佮第二点就是讲，台湾人伫遐，逐家拢甲伊讲，同乡诶人甲伊讲，你即摆伫个中国，你都毋通讲你是台湾人，你爱讲你是日本人。啊，若互相逐个讲，啊，你是汉字，咱是汉字，就是讲咱是台湾，歹互知影讲咱是。伊讲你若甲你这中国人讲你是台湾人，颠倒互看无。啊，反正逐个拢讲你不如讲你讲你日本人安尼，所以伊感觉是安怎着爱安尼，着爱安尼暗藏家己的身份，家己的故乡。所以伊伫遐无几个月，伊就感觉讲，伊就辞职，无爱伫遐教，伊无必要安尼遮尔辛苦来生活。所以咱即个战败，日本战败了，啊中换做中国人要过来时，伊有一寡感悟，伊就想讲用要哭出来，可能感觉讲，换即摆换中国人来统治吼，日子一定真歹过就对啦。啊，所以二摆子伊嘛是走去甲花莲一段时间，啊，但是有某有囝的人，到尾伊就转来，啊，伊的宿舍互人侵占，所以伊就辞职。啊，即个去年的即个大用典，就是大用典10月迄阵，啊伊来台北。啊，其实心情足歹，啊，随伫咧中山堂伫遐迄落大用典的，不管是新早也好，还是展览拢伫咧遐。啊，迄阵个中山堂无互改，伊即摆有小可，后来有搁再改进过。啊，伊家己一个人去徛喺迄落2楼迄个有一个敢若平台，啊，伊看即个淡水河，啊，伊就心情。观音山，伊就感觉袂输讲即个观音山，爱来保护咱台湾，这是伊咧为伊的心情。所以即张图，你若有机会伫咧展览的场所看，你会感觉伊即张图比较伊其他的图来讲是较暗，啊，伊是为即个黄昏的时阵，即个观音山。啊，就是咧安慰家己，啊嘛是咧想讲爱，即个观音山爱来安慰台湾，保护台湾，即个意思。啊，伊清早伊就讲，这是我伫个1988年迄阵甲伊采访，伊甲我讲的，讲学艺术的人嘛是爱想讲，咱对社会责任是啥？吼，啊，就是咱做艺术家。爱需要的即个责任感。啊，最近我去听迄个胡德夫，潘祖伊的歌，伫个最近一个3个陈明忠先生含迄个因迄个唱歌，迄个胡德夫嘛是讲伊少年阵敢若想讲要学西洋的迄个歌吼，拢咧唱西洋的歌，后来伊家己嘛是想讲，啊咱会使替咱家己的民族、家己的族民做啥物款的代志，所以伊才回过头来学迄个家己的传统的歌词，啊，共款的意思。啊，伊真早就感悟啊，也是伫个法国，伊就安尼想，讲做艺术家袂使干那想讲家己的代志，想讲家己要出名，应该爱想讲。你做一个艺术家，对这个社会有当什么款的贡献？就是讲，咱
台湾的工业品应该该去改善，该现代化，啊，就会使一方面是大量制作，这是包豪斯的想法，就是讲造型爱简单，但是爱实用，啊简单搁水，啊搁实用，爱大量制作，安尼才会使互真侪人来利用，吼，就是即款的即款的想法。啊，这是差不多1950年迄阵，伊家己写的即个音乐表，伊现在搁伫咧加油。伊就是因为伊想要推广台湾的即个手工艺，所以伊而且就讲伊伫咧拍的时阵，伊看着这展览，伊就想讲咱台湾的迄个工业美术爱安怎来改善，这是伊真坦白。啊，真会使讲是真认真讲的话。啊，这是迄阵伊就开始，伊嘛是开始，比如讲做记录，吼。啊，伊就开始做这个，而且伊要安怎学？伊本来也袂晓，伊学校也无教伊这啊对啊。伊吼为着要学这，比如讲做衣啊，是讲做这竹工竹的迄个工艺吼，伊伫咧大概就是走去大桥头，爱找迄工人，大桥头迄阵的时阵，就是真侪工人拢会去遐等要看有人要来应头咯无吼，啊伊就去遐共请教，啊就叫人伊就写互人看，画互人看。啊，第二天搁去问看安尼对，啊，家己再搁做一个看卖，啊，再搁互伊看。伊是安尼研究，吼，啊，所以才有可能讲设计无共款的物件，不管是竹啊，还是讲，还是这，伊就是用藤落去做，还是讲用纸的、纺纸的，伊用画图的条啊来做。这个是伊家己伊设计，啊教人做，啊嘛是和迄个地方的迄个工艺师吼合作来做。这个以前的菜图啊，吼，这个菜图啊，比我细汉时阵敢捌看菜图啊，都要通风，所以用竹啊，啊嘛爱关起来，特别有虫，还是迄个鸟鼠啊走入去。啊，这个是用藤落去做，即摆就是咧外销的啦。吼，所以你感觉真现代较有西方的迄个感觉。啊，这是以前伊开这班啊训练，有的是训练老师，啊是有的是训练一般的迄个妇女，啊是迄个嘛有原住民的训练班。这是伊的成品。啊，迄个颜水龙先生，伊伫咧台中迄个时阵，我头仔有讲过，即个时阵，伊会使讲无一个伊无一个真好的头路，伊是做迄个林上好的迄个顾问，啊，伊即个头家林先生吼嘛，对伊真好，因两个是朋友。啊，林先生会派伊去日本去共请教，比如讲要做迄个合板，啊，爱用什么款的迄个漆吼，什么漆名讲菜，还是讲要用迄，反正就是迄技术吼，爱为日本来引进安尼，啊，所以，但是颜水龙先生一心咧想的就是讲要安怎设一个学校，啊，但是伊即个无风的即个手工的学校佫失败去，啊，伊想要去大学去设一个设计，啊，迄阵有一段时间就是明治大学，就是迄个王永庆先生，伊设即个明治大学时阵，伊本来想讲即个要设一个设计，因为做工业拢知影设计真重要，啊，伊要找伊讲想要找，听讲这个颜先生吼，对这设计有咧关心，啊，嘛有实业，啊，
去问伊捌的即个画家，迄画家讲毋免啦，我来做就好。伊个头路全无去。后来虽然讲咱头仔讲差不多1970年迄阵，伊去即个实践，迄阵是女子学校。女子学校，迄阵迄个谢东敏先生，伊个上头设即个学校，伊是讲伊是要让大家拢知影讲，即是咧即个新娘学校，吼新娘学校，所以拢查某即去遐上课的学校，查某是教养是袂歹，但是伊无可能变做专业的，真困难变做专业的即个工艺师，所以。但是伊嘛是教几啊年，嘛是有几个才是会使变做真成功的嘛是有啦。但是伊迄阵，淡薄嘛是想讲伊若去面试，可能会更加迄但是真歹讲啦人生就是安尼。所以伊伫咧台中迄阵，伊家己找一个建筑师，甲去设计伊的厝。外口伊的厝，外口伊就。迄阵人古早家己厝一栋厝拢边仔拢爱围墙嘛，伊就无用围墙，就是用即个仙人掌。你看伊画即个仙人掌，伊就是用仙人掌来，敢就讲，你着家己的生活真哩困难，不管是偌散车土地，拢免个照顾，伊着家己发入起，伊着接天。接天照一个，敢若月亮，即是土地，即土地嘛是，你看伊安尼无啥物草但是伊嘛是金黄色，嘛是袂歹的土地。伊即个时阵，伊画即个台湾原住民的，因为伊常常去迄个山地去做调查，所以山地的原住民。嘛，当做伊台中的厝是敢若像伊的招待所共款，因为当时因来，伊就县政府也是讲伊来台中办代志，拢会去因兜，有阵仔住一段时间，有人会去因兜，住一两个月拢有可能。那是就即个情形之下，伊来画即个少女的图。你看伊后壁，我即个应该。就是大武山武山遐，这嘛是仙人掌，这嘛是仙人掌，落长的仙人掌，顶面咧开花，我看几啊年才看出来，原来这是仙人掌，但是这敢若日头要出，迄个金黄色的，看起来是真水，头顶这个。南部鸡卵花，南部的鸡卵花是红色，台北的鸡卵花是白色。哇！我是讲这花啊。你去台南，鸡卵花。所以伊就是用这个，你看伊这张图伊也无卖出去，伊其实真无啥爱卖伊的图，就是放伫伊厝，这1985年前。因为伊的刀，那个册刀仔头前，伊伫咧即个1976年办过电的时阵，嘛是用即个仙人掌来画家己。同款是即个真孤单的人，就是讲伊50年来就是安尼点点仔画图孤单来你着做即个工业教育，大家拢感觉你好好的。画家毋做你做迄不务正业，安怎讲？无，拢互笑就对啦，看无啦。但是伊就袂后悔呢，伊就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伫咧即个1961年迄阵，因为伊以前伫咧台南。工行伊迄阵伊有教着即个建筑的学生，有一个学生做高尔潘，是高先生伊后来就设计即个台北美术馆的即个高先生，伊其实大场埕的人，伊迄阵就伫咧迄个
关送生的迄种建筑设计公司做代志，啊，因就是设计即个台中的，以前有咧体育行诶建筑，啊有一个壁就是咧路边，啊迄个关键是讲啊，遮若来画成100度嘛袂歹安尼，啊，即个高雄是甲伊讲，我会使推荐阮的老师，就是蓝先生来做即个。来做即个图吼，伊知影因即个蓝先生嘛是无啥物好的头路啊，伊就甲伊介绍，啊其实钱真少啦，啊真可怜啊，对吼。蓝先生甲讲，我若画图伫咧即顶面，差不多20年后、30年后都无去啊，不如就来做即个模仔。迄阵伫咧台湾啊无即款的大白的迄个模仔无啦，啊伊家己发想，家己想讲。会使用迄个灰啊，吼，也是，比如讲，人灰啊是讲人迄个做翁啊，什物灰啊吼，来无共款的迄个来甲夹做细地，啊来搭，来家己做设计，啊伊个查某囝，迄阵嘛是10几岁啊，做模特儿，啊就来画即个图啊。啊，其实家己一个人，着爱定伫咧工地，有几啊学生含伊迄个做阵来做，主要就是迄个暑假迄阵来斗3工，做到手拢会碰皮，因为迄夹迄爱用刚刚像迄个片纸安尼来夹迄个灰啊，夹做细地来做即个。但是真成功，后来即个林商会即个老板林先生，伊是养老会。教导啊，所以伫咧家己教会就请即个蓝先生替伊做即个100，即马搁伫个。啊，其实大家上知影的是即个太阳花是伫咧太阳洞，伫咧台中的自由路，即马搁伫咧内面，但是门关起来。即个老板伫咧。差不多10年前，贵新体料店面倒来就关起来，啊，即个100度真可惜，就关喺内面。啊，这是因为迄个蓝先生和因即个店面的第一代老板娘是好朋友，因拢是留学迄个日本的，啊，一个是学迄个外文的，啊，一个是学裁缝做衫的，裁缝学裁缝的，啊，所以两个拢伊含因阿某拢好朋友，所以替伊做即个设计。啊，迄阵咧做即个店面的设计时阵，敢若做即个太阳花的图，伊搁替伊设计，比如讲伊的迄个柜台啦，啊，伊柜台是用藤去编织的，啊，伊天花板是用竹仔去编织的，毋过。差不多30-40年后就变歹去啊。即就是以前伊咧编织的，用这竹仔编织迄个天花板。啊，即款的编织的方法，后来我想就是安尼影响着伊家己咧设计即个太阳洞的logo 吼。伊设计真侪替伊设计足侪，譬如讲你有看伊足侪款。啊，即间店生意是真好，啊，真可惜是规条街啊全是太阳洞，火车站开始规个条街啊拢是太阳洞，你都分袂出到底是倒一间。啊，伊设计的这个模仔规台湾拢是，伊就想讲，我若画一张图吼，啊，比如讲50号的图，啊，互人买去，放咧因兜。也是放在伊个仓库，其他人看无嘛。你放在美术馆嘛是，啊，不如这模仔给它做出来，大家人拢看会到，吼，所以伊到处拢有啦。这就是即个伫咧剑潭的即个上摆有名，就都即马都会看到。啊，你看伊迄阵的蓝先生就是，啊，这是伊的学生。
个学生嘛是手严严，掠看老师掠咧，啊，伊太太为台中来看伊，伊太太，迄个啊，因囝，伊个暑假嘛是伊咧读大学嘛是搬来遮替伊做工安尼，真辛苦的工课。啊，这100公尺长，啊，悬嘛有40公尺，安尼4公尺，安尼悬，啊100公尺，安尼长。就是咧拍手啊！这伊是伊的草稿画几啊改，啊，高玉秋先生就是限制伊，就爱10月初10，迄阵爱，所以伊签名就这样。但是这版吼，其实有2个签名，一个是英文的，啊，一个是中文的。啊，后摆你若去看吼，请你找伊，即个英文的是第一段，即个即个中文的这是伫个较尾溜遮，吼，伊已经转来到厝啦，上尾溜遮，啊，英文的是较头前，我给你暗示，你去听后有机会，请你看卖，找看卖。嘛替即个，毋是干替教堂，比如讲咱台北迄个 YMCA， 伊个永吉路，还有一个游泳池，还嘛有一个基督教的迄个墓仔，啊伊替做真济，嘛做一个真大的超过7公尺。顶边咱迄阵嘛有出现即个热带鱼，即百毛仔，像咱那伊会去做即个人，就是因为即个受众的人是即个李先生，伊就是即个水电电工牌，吼，个公司，啊伊即摆公司要做一个电视，比如讲。你会使去遐看伊参观，伊有啥物款的设备，啊有啥物产品，啊伊个伊是既然是水电吼，比如讲迄个水道的物件，所以伊才设计即个热带鱼。啊，这李先生吼，伊是自少年的时阵，李先生迄阵我采访的时阵嘛80几岁啊，啊伊自少年迄阵伫个台读册迄阵。住迄个宿舍，伊共宿舍有一个伊的朋友，嘛台南人，啊就捌即个颜先生，啊颜先生若来台北，有当时来找迄个可能是个亲戚吧，啊就伊即个李先生就感觉讲颜先生是真，颜先生其实伊一世人拢是做有风度的人，伊去遐大吼，像伊去写生，也是讲。去公园写生也好啦，是讲去落山顶吼去采访啥，伊拢是西装，伊拢干尼裤带安尼。啊伊去美国吼，因囝带伊去公园迄落写生，伊嘛是共款安尼穿安尼做笔直的安尼，做正式。啊，人美国人伫伫边仔看伊话讲，我们就爱穿甲安尼。啊，伊个性就是安尼，一定爱吼做正式的安尼。啊，伊嘛穿到。跳不了，因为伫法国我迄个就是那种，反正是一个做成熟的人。其他的画家朋友嘛是安尼讲，所有的朋友内面，伊是总上界，就是做成熟的迄个作风的人。啊，这李先生就是感觉伊就是安尼做，性情的中辈啊，伊比可能加一个10岁安尼左右。啊，所以李先生。后来家己迄个创业成功了嘛，定爱去找颜先生。啊，因兜的迄个若买新厝吼，要设计啊啥拢爱来甲伊请教。啊，阮兜是爱用什物款的沙发？伊讲沙发怎样做？碰椅，你用什物款的碰椅？啊，伊甲
伊甲担心讲，我咧想讲要来用一个足古典的迄个茶客的迄款的衫法，伊讲毋好啦，你吼还是吼用较现代的、较简单、较大方的，伊反正感情是对朋友就是伊会使替你设想，替你设计。也无甲你收啥物钱，就是朋友会交钱，所以李先生伊讲，伊感觉咱即种先生伊做人，也是讲伊个家庭，也是讲处理到真好，对社会的贡献，拢无家己一点点的私心，拢是为着即个社会，所以伊足钦佩。后来伊再为即个100几个莫再给咱无条件咱交互即个。工业研究中心伊上介意的图就是100迄个连池。咱即种先生其实伊画100，伊画这样的款的图，都爱时间较长，就是讲伊毋是去写先直接安尼画落去，伊是爱慢慢去想讲，即个连池的迄个感觉，就是真平静。暗时，有即个，感觉边仔的厝还是啥的迄个倒影，真安静，敢若袂输净土的迄款的感觉。咱即种先生画100了，李先生讲拜托，你会使佫画一张图互伊，伊嘛共款几啊年后，才完成迄100图，无讲完全共款。我以前咧采访以前，我因为伊讲伊去东京学美术，伊就感觉讲伊的色彩和日本人的色彩是无共款。人问讲是安怎无共款？伊讲我是为台湾来的，台湾的太阳和日本的太阳都无共款。日本的太阳就是安软软，无。台湾的太阳较温暖，较有迄个温度。所以我问讲，即台湾的色是啥？伊就讲台湾的色彩就是太阳的色彩。所以伊去画即个兰屿迄阵，伊上早有去兰屿，1935年就去过兰屿，搁伫遐住几啊天，住几礼拜，搁写文章来介绍这个兰屿。伊画兰屿就是讲即款的太阳。伊对兰屿是非常的，会使讲伊足珍惜、足珍惜即个所在，足热爱即个所在。所以伊的画，伊这船啊吼，伊甲画的袂输讲两只手安尼甲抱咧，只是迄个伊这船顶面的，伊嘛是对兰屿的人投有，嘛是一款的太阳的目睭。所以伊家放在中，后壁佫一太阳。太阳的色彩对伊来讲是足重要的。拄仔看的即个画像是伊81岁，但是伊差不多要活40岁阵结婚，就是1942年的年尾结婚。其实年中迄阵伊。熟悉人介绍伊，伊太太，嘛是伫咧东京有读过裁缝，多谢。伊就替伊画一张图，就是伊就是讲因准备要结婚啊，伊画即幅图，嘛是一个礼物来送互因太太，因为伊迄阵嘛是佫真善车。伊要举行即个婚礼阵也无钱，是伊的学生，逐个5箍、10箍安尼斗起来。有人伊的日本的朋友讲，你的迄个婚礼的迄个酒水拢包互我就对了，秘鲁啊啥物货，伊出就对了。反正逐家拢斗3工来帮忙伊举行即个婚礼。所以伊是因善车，伊也无可能讲买一个宣招亲自互因太太，所以伊是为100图来做一个纪念。
啊，你看伊以为因太太用的就是红色，红色，啊，伊为家己81岁是因为家己背景嘛是红色，吼，啊，即个红色，对伊来讲，就是嘛是太阳的色彩，嘛是热情，啊嘛是台湾的色彩。咱顶面伫迄个展览的时阵，足侪人拢有感觉有发现，就是早期的台湾的图，比如讲电视机的图，那种啊红色，那足水的。啊，大家讲哦，这是实机红，就是讲这红色，吼，足明显啊。啊，其实颜志龙先生嘛是共款，因为这个红色，伊感觉就是台湾的色彩。啊，日本讲因的日本人咧讲因的理学地色就是上水的，吼。啊，伊讲因的山是迄瀑布的银瀑布啊，伊一点仔敢若银色啊。啊，咱的山就是青绿，就是讲足强的迄个绿色。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地理，无共款的太阳，啊。咱的色彩就是红色，所以就是讲，乌的大板，红的水啦，吼。啊，咱对台湾的色彩就爱搁较开放的态度，毋通讲红色就是怂，啊台湾的美术就是怂，毋是呢，迄是咱生活内面影响咱真济，啊嘛是咱生活咱的传统内面所产生的真贵重的物件。好，啊，我今日讲到这。